报道。这几天天气是真凉冷，受到冷气团影响，今仔透早平地上低温是伫苗栗三湾乡，今仔9.2度。气象署表示讲，这礼拜的天气变化是真大哦。礼拜二到是真烧热的天气，也毋过拜五、拜六各有冷气团，拜五雨水嘛会较高，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礼拜开始，北台湾气温直直降，拜一节透早较空旷的所在，低温差不多10度。气象署提醒讲，这礼拜会有2阵冷空气影响台湾，目前这阵大陆冷气团的威力，要到拜二暗时才会了减弱。伫拜二到这2天，各所在回温，北部高温卖起来到23度，是比较较舒适的天气。一波就是26号、27号到28号这边会有回暖的过程。那另外呢，就是29号晚间开始呢，随着锋面的通过，转雨的情况开始。接着呢，就是3月1号、3月2号这段期间是第2波的冷空气影响。第2波的冷空气目前预计的强度是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虽然礼拜二到这2天会了回温，不过刷落拜时暗时第2阵冷空气阁到位，这阵冷空气水气相对较高，全台湾各所在拢有可能落雨。周3、周4这段期间呢，回暖的状况，北部地区感受上面是比较明显一些的。周4晚上开始，锋面从北部开始慢慢接近我们的时候呢，首先会是开始转雨。周4晚上开始，北台湾会比较先一点，开始有些局部短暂雨的现象。那到了周5的时候呢，全台湾受到锋面开始通过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气象署表示讲，这2阵冷气团因为低温甲水汽配合，中部以北3000至3500公尺的山区有可能落雪。另外，礼拜二到这2天，因为气温回升，西半部台南以北有可能会大雾，提醒用路人、骑车、赛车要加注意。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台中